说，在古老的天竺，有一把染过佛陀鲜血的宝刀，叫做孔雀刀。这把刀具有不可思议的法力，谁能得到这把孔雀刀，谁就可以天下无敌。千百年来，这把神奇的孔雀刀引起了各大教派激烈的争杀。东汉和帝年间，这把神奇的宝刀流落到了中国的西域。为了争夺这把宝刀，本来就险恶莫测的西域再次掀起了惊天动地的狂乱。导演，刚刚接到四方堂的飞鸽传书，少将军关押在刑部天牢，我们的秘密已经泄露。秘密泄露了。少将军入狱，并不冤枉。导演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班家父子两代为朝廷征伐西域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可是少将军不但没有得到封赏，竟然被敦煌太守诬陷，说他行军时期贻误战机，蒙冤入狱。您说他不冤枉吗？四方堂报告。朝中大臣私下传言，说我们飞陀商队想拥立少将军在西域自立为王。如果罪名成立，少将军就该满门抄斩，祸及九族啊！这一定是有人陷害于飞陀商队。前面好像出事了，我们去看看吧。你们去看吧。驾！
哥，一群人被劫杀，4个男人已经死了，这个女的好像还活着。来，你不要害怕。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可是前往求资，跟我们走吧。表哥，飞多商队不准携带女子，这是刀爷定的规矩。这一女子惊魂失魄，在这荒漠之中，想必也是死路一条。带出沙海，由她去吧。九州司隶校尉谢思寇叩见陛下。免了。谢陛下。你知道朕为什么选你来此吗？臣猜陛下是为了班勇一案。爱卿果然聪明过人。谢陛下。班勇在狱中情况如何？他认没认罪啊？回陛下，他过得很好，只是到现在还是不肯认罪。根据臣的了解，这次大军进攻西域，合围燕籍，所以班勇率领的部队没有按期到达的说法，其实并不确切。班勇自幼跟随他的父亲定远侯在西域攻伐，他对西域的风土人情、地理环境都非常了解，而且他本人作战勇敢，武功高强，深得官兵的拥戴，所以不存在迷失方向和畏惧作战之说。朕知道，既然张郎等人如此弹劾，朝中又有大臣附和，那么只有按照祖宗定下的法度，先将班勇下狱。陛下是想让臣派人去调查此案？尽快查清楚，免得让忠良蒙冤，良将寒心。陛下，据臣了解，班勇此次行军失期，可能有别的隐情。什么隐情？来，接着，来，你喝吧。
密教是源于天竺的一个神秘教派，教徒身着白衣白衫，武功奇特，善于用兵，被称为咒奴。咒奴的圣物孔雀刀流落到了西域，成为了西域各种势力征服的目标。为了夺回圣刀，咒奴深入西域，甚至中原，一路征战，掀起了一场场血腥屠杀。刀爷和少将军的这番对话，只有我们4堂12旗的首领知道啊。那么是少将军自己招供的，还是我们16个人当中出了内奸？刘堂主，立刻通知飞陀12旗的旗主，立刻赶往普塔城，有要事相商。是。切记，要他们轻装简骑，以免引起朝廷的误会。是，明白。现在各旗均在何处？飞龙、飞雕、神龟、金凤的4位首领都在老营。飞镖旗已经在佛桥前离开葡萄城。顺利的话，他们应该在天黑前到达枯泉宿营。谢堂主，立刻通知蒙氏堂的兄弟去接应，告诉飞镖旗速返葡萄城待命。蒙氏堂已经派了10个兄弟去接应，我再去叮嘱一下。等一下，导演，还有什么不妥吗？此事只有我们3个人知道，你立刻告知金堂主，此事切不可外传。是，导演。咒奴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？听说他们已经和匈奴的残余秘密结盟，势力不可小看呐。咒奴和匈奴结盟？匈奴利用咒奴是要夺回西域的控制，咒奴利用匈奴还是为了孔雀刀。得不到孔雀刀，咒奴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是啊。密切监视咒奴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和咒奴冲突。是，我马上通知下去。再通知4方堂，不管花多少银两，一定疏通朝廷，善待少将军即是。是。持镖，持镖。
你是谁？我是天琴娘子。天琴娘子，我怎么会在这里呢？你尘世的灵肉已经消亡，魂魄已在西天之上。你12岁被刀业收作徒弟，对不对？你敬刀业如同父兄。赤彪，你可知道你的生身父亲是怎么死的？家父为了守孤城，与匈奴人血战致死。你一生浪迹天涯，打打杀杀，却总是有勇无谋。要知道，你的生身父亲原本是小孤城主，刀业为了掠夺小孤城这方寸疆土，设下了毒谋，约你父亲喝酒，杀了你父亲。不可能，刀爷义薄云天，与我父亲结拜为兄，他待我恩重如山。你看这块宝石，叫做天眼。你若不信，就盯住它，仔细的看，慢慢的看。你要仔细的看这个人，看清楚了吗？他就是刀业，他约你父亲来喝酒，在你父亲的酒中下了毒，杀死了你父亲。然后，他把你父亲带到匈奴人的城里，把你父亲的尸体交给了匈奴人。我念你受刀眼蒙蔽，身怀杀父大仇未报，故此将你魂魄拘来，讲明因果，望你能忘掉一切，替父雪恨，告为冤魂。谢大人。起来，谢大人来了，快点。谢大人，将军受委屈了。不敢，不过皇天厚土，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论。谢某久仰令尊定远侯的威德殊功，
今日非常之地，非常之时，略备薄酒，聊表心意。班勇何德何能感受司寇大人的错爱？我自认自己是一个英雄。司寇大人威名久著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是啊，我不敢和将军相提并论，尤其是在如何对待西域的问题上。别说我，就连朝廷的滚滚诸公，多是缺少见地的无能之辈。将军才算得上是当今屈指可数的大英雄。司寇大人过奖了。将军，说句心里话，朝廷的许多事情我也看不顺眼。令尊定远侯经营西域30年，其价值等于为朝廷夺得了半壁江山，不过是封侯而已。可是有的人对朝廷无寸尺之功，却能荣华富贵、丰功告爵。这个不说也罢。可是以将军而论，这次朝廷重开西域，将军是首推头功了，可是结果却是锒铛入狱。不知定远侯九泉有知，又该作何感想啊？朝中有大人这样的官员，班勇相信自己的冤情很快就能洗血一清。将军，事情若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的话，今天你就不会在这里了。所谓弑妻之罪，完全是敦煌太守张朗的诬陷。朝廷只要稍加调查，真相自然大白。敢问将军，朝中有谁是你的生死之交吗？没有。你知道张郎的靠山是谁吗？在下孤陋寡闻。如果没有南天星南侯爷做靠山，区区一个张郎能当上敦煌太守吗？如果没有南天星做幕后主使，他敢诬陷于你吗？可是在下与南侯爷一向毫无芥蒂呀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呀。大人的意思是，有人想要一把刀。一把刀？孔雀刀。孔雀刀。如果你交出了孔雀刀，你立即就能出狱。可是我并没有孔雀刀啊。孔雀刀真的不在你手里？在下岂敢对大人撒谎？只要孔雀刀在你这儿，我就能帮你出去。就算在下有孔雀刀，可惜那不是班家私物，在下岂可用它来换取自由？将军果然是英雄。来，我们干一杯。这。快看，飞驼商队的持镖，怎么就他一个人？哎，你看那旗，老七的鬼魂显灵了。快上马！快上马！上马！接的老七，今天是到了偿还谢债的时候了。今日我有要事在身，该人一定奉陪。上！
当年老侯爷投笔从戎，深入西域，转战数千里，硬是从匈奴人手里为朝廷重新夺回了这一片大好河山。我们飞驼商队也是他老人家创下的基业。我们遵奉他定下的纪律严明、买卖公平的规矩，这些年也没少替朝廷出力。这些大家都知道。可是现在，少将军却蒙冤入狱，性命危在旦夕，事关重大，我想听听诸位的高见。是彪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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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认得我们兄弟了？彪哥，我们是猛士堂的人啊！你没伤着吧？不想死的闪开！彪哥，你带的商队呢？是啊，彪哥，我们是奉命来接应你的。哎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先别问那么多了，你们两个跟着他，其他人跟我来。走，走，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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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昨夜应该在此宿营，可是没有宿营的痕迹啊，路上也没有遇到他们，只剩下旗主赤彪一个人，这可真是天大的怪事。他们昨天夜晚一定到过福泉，肯定是遇到了意外。可是人呢？骆驼呢？飞镖旗的兄弟个个武功高强啊，别是遇到传说中的女妖了。这中间必有变故。好了，先别乱猜，尽快禀报刀爷。走，驾。刀爷，大风堂有要事禀报，10万火急。讲。飞镖旗旗主持镖孤身一人，神志恍惚，目眦尽裂，正向这里赶来。接应飞镖旗的人呢？接应飞镖旗的是猛士堂10大高手，其中2人跟在持镖左右，怕他生出意外。另外8人去了枯泉，目前正在返回的路上。找到什么线索了？在枯泉的水中找到了一把飞镖旗兄弟用的钢刀，此外别无线索。好了，下去歇息去吧。是。蓝雕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我想，飞镖旗在枯泉遭到了策划周密的伏击。对方能够这样干净利索地吃掉飞镖旗，刀爷，
彪哥身边一定是出了奸细。彪哥做事一向沉稳谨慎，每次安营扎寨，他都要亲自观察周围的地形，夜间也至少有5名巡哨遥相警戒，因此伏击发生时，他一定是中了内奸的暗算，否则以他的武功，对方一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。不过现在，唯一的线索只有水中的一把单刀。我想他们在刚刚到达枯泉时遭到了埋伏。放眼西域，谁敢与咱们飞驼商队为敌？谁有这个胆量？谁又有这个实力？匈奴人不行了，那就只有纣奴。义父，你说呢？我现在只想见见池彪。池彪，你如此失魂落魄，出了什么事？我有一事向你讨教。什么事？我的父亲是不是你杀的？你知道了什么？回答我。是。你杀我父亲为何轻要？就是为了这区区10里的疆土和权力吗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从哪里得知这一切？果然如此。从现在起，你我情尽意绝，形同陌路，拔刀吧。彪哥，你先冷静冷静。这是我和他的私人恩怨，你们都让开。好，池彪。你们一定有很多疑问，我只想告诉你们一句话：我一生行事，问心无愧。刘欢，属下在。立刻通知我的侍卫们，让他们在秋瓷城等我。是。义父，你去哪里？你们做好一切准备，下一步如何行动？大凤堂会随时通知你们。哎，义父！
老人家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想见见你们掌柜。哦，你有什么事儿，单说无妨。我要存钱。老人家，开玩笑吧？这里是四海钱庄啊，是洛阳城有名的大钱庄，10两8两银子我们都不收，你居然要存一个铜板？哼！你把这个铜板交给掌柜的，他会收的。兄台要存1枚铜板，我想在你这儿存一条人命。你是？没想到吧？是你？这谁能想得到啊？哎呀，这简直是……哎呀！我要你尽快找一个刺客，一个超一流的刺客。我知道10几个刺客，他们可都是……不，此事非同以往，有慎之又慎。此人必须是出类拔萃的武功，又要心如止水的冷静。这样的刺客，怕是难找啊。不然我找你干嘛？价钱如